再來看這個新竹縣光和齒科診所呢，伊是涉嫌來請這無醫師資格的人來進行醫療行為，而且閣詐領健保費。前幾日這偵查終結，檢方是認定這診所的負責人姓柯的男性等5個人有涉嫌違反着醫師法，所以依法甲因起訴。診所已經關門，連看板嘛攏拆了。新竹縣光和喙齒診所進行駁法，聘用無合格醫生執照的人替病人進行醫療行為，而且閣詐領健保費，不法所得攏總875萬6千多塊。新竹地檢署對姓柯的負責人等5個人提起公訴。經比對病歷、健保資料、診所日報表及收費記錄後，本署認定負責人及不法從業人員共5人，均涉犯醫師法非法執行醫療業務、刑法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，本署依法提起公訴。根據檢方調查，自稱醫生姓嚴的查甫人，雖然有佇國外摕到齒科系畢業證明，但也未摕到台灣的醫生執照。新竹縣衛生局提醒民眾，大家看病時一定愛選有合格的醫生，才有保障。依照法令規定來做後續的了解或者裁處那為維護縣民的就醫安全，我們衛生局也持續來執行基層診所的督導考核，嚴格的來把關醫療機構的品質。新竹地檢署表示，負責人除了聘用無合格資格的人來看診，甚至製作不實病歷詐領健保，唔但破壞醫療專業甲健保制度，還讓病人佇唔知影之下承擔醫療風險，所以依法提起公訴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